公主，可恨这个疼疼。啊，公妈了，这个去他大疼他怕了我这他。啊，怕了我这节诺，你恁这个黑道。哎，公妈了，这个头，这是个这个咩呢？公主可是个他儿子，这公主儿个有那就对了。木头儿个一道那个木根怎么当得的呢？你木忙我一个啥问题？我等样节诺黑个。公妈了，怕了我个没场面，家可不去拉上说立冬腾路见个，路什几眼那孙腾呢？你不这个人没？家我现在没吃浪当那，可孙就是干么人家的，可你个年冬你吃浪当那，你个爹爹，还能个什么一三百个就当那嘛的？俺那个长期的我这里弄带我那里。这公主个拉着出个嘛去他，去那里花的自我当那，当我什么地送的人？等个应该那里，你人个家可不去拉人说立冬头啊？这家可不去拉，让说立冬头个，等那公主去拉，这谁动立冬啊头？公嘛，你就光把姑娘们，那米是那个阿帕也没查呢，你就说自己呢。他可家可不点这个啦，公主送去就去了的，我听见站的了些个呢也，而且这让你过你这个三姑了没？我就是等个干嘛急嘛这个木头。公主，你有怎么打的给等啊？单脚的。白了吧？公主，不用没个。白了吧？白了吧？公主，他让的那没个，看嘛吃个打的给过给。他让的那有个，我吃没那过得呢。白了吧？白了吧？过了，就我妈说过呢。我来姑妈了，怕了我个么红个么个这里家这个事那特别个，你的怕了我个么红啊，那肯定出这个，这确实是那，大腾个家过来家靠头这里呀。那么这个那是个啥个？这了个就干人家嘛想我那想过个，姑妈了，当俺里面就扎这个嘢呀。从那个娃吃没你么了，那个娃吃没你么了。怕了哇，有了公嘛，那就应该那个，那没让做么呢呀？不说，公主，先给送我这边去了去那么去。